高中。我想，伊是利用野鸟的牵线来脱身的。伫咧要离开迄早起，伊甲伊的胸腔摒扫甲清气淡淡，伊斟酌甲伊的活火山摒摒咧。伊有2座活火山。透早小王子若要甲早顿烫好烧，就真方便。伊嘛有一座死火山，就像伊讲的，这款代志袂按算啊。所以死火山伊嘛共款甲摒摒咧。火山若是摒有清气，因就会慢慢啊有规律安尼烧，袂来爆发。火山爆发就亲像烟筒的火共款。当然，伫咧地球顶悬，咱人受细汉，无法度去摒扫火山，所以因才会甲咱惹来遐尼济麻烦。小王子甲胡顺木拄发出来的夜晚调，有小可悲伤。伊叫是家己袂阁转来，毋过迄早起，才会做了惯势的厝内代志，伫伊看来特别辛苦。伫咧伊最后一摆甲火压水，而且准备甲迄蕊花放伫玻璃罩内底时，伊发现家己煞真想要哭。再会。伊对火讲，毋过火点点毋甲应话。再会。伊阁讲一摆，火加扫一声。毋过，毋是因为感冒。我真是讲啦。伊最后甲讲，我甲你会师咧，你就爱较欢喜咧。小王子有略略奇怪，讲哪会无听到即边的话？伊硬硬徛伫遐，玻璃罩还阁摕伫停咧半空中的手内。伊毋知影为虾米。花变甲遐尼轻声细碎，无毋对，我爱你。花甲讲，是我毋对，你才会啥物拢毋知。其实嘛无啥物要紧，毋过你甲我共款讲，你着爱较欢喜咧，莫阁关迄个玻璃罩啦，我已经无需要啊。毋过。风，我则袂因为安尼就来感冒。暗时清凉的空气对我有好处。我是一蕊花啊。毋过野兽，我若是想要熟悉野，饮上2-3只刺毛糖，嘛毋是歹代志。安尼敢若袂歹。若无，啥物人会来甲我看？你会伫足远的所在？大只的野兽，我嘛无咧惊，我有鸟仔。伊足天真，献伊的四支刺出来，互小王子看。尾仔阁继续讲，莫阁安尼拖落去啊！安尼伤痛苦啊！你已经决定要离开啊！即马好去啊！因为伊无爱互小王子看到伊咧流目屎。伊是一蕊足骄傲的花。